恁着俄罗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大欢喜伊的命令的，这个人有福气。Amen.
咱同心来祈祷。即成个杯，阮大欢喜来到你面头前。虽然阮实体无自己做伙，毋过阮的心拢结连做伙来做礼拜，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神帮赞，你照顾阮散布伫逐位的兄弟姊妹，大家拢有健康的身体、平安的心情。你嘛照顾所有受到这中国肺炎威胁的人，互拢有心平安、身体健康，无惊吓。在无论什么款的境遇，你是掌权的上帝。阮欢喜自己做伙，阮来敬拜你。只是嘛要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行伫地呢，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式，今日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鼓励阮脱离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日的经文是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30到第9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儿乐，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世人中搁我捌定搁生咱，来得到我的愿望，也得到煞接袂败坏、袂落散、袂衰退的业，为着恁保守伫天里。恁是对神和上帝的关联保护，到得到坚固，是平平伫末期要显明的。因为安尼，恁真快乐。虽然现今，那应该得到百样的试炼来暂时忧闷，互恁的神的经验，比迄个捌互过火锻炼也永远会败坏的金，也可宝贝的。伫耶稣基督显明的时，得到儿乐、荣光、尊贵。恁毋捌看见伊，也听伊，现今无看见，又要搁信伊，就对伊的讲袂出满有荣光的欢喜来快乐。得到恁神的结局，就是身份的得救。各位兄弟平安，今日是伫国外节以后的第1个主日，咱的经文来到彼得前书第1章第30到第9节。这一开始，伊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儿乐。其实保罗的写法常常会互咱读的人会有一些误解像这里重点可能会听去耶稣基督，不过这里不是，这里是迄个上帝得到儿乐。这一个上帝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其实保罗有很健全的上帝观。我们常常基督徒那个在三一上帝的建构上面去袂记这上帝咱常常拢讲耶稣基督，但是咱基督嘛是开始称呼讲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唔对啦是有当时我们那个上帝观的建构会出问题好，伊讲上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世人中搁我捌定搁生咱。这在讲什么？伊咧讲上帝和耶稣基督搁我，用这个事件，互咱嘛定心搁我的意思啦咱会当定心搁我得到我的愿望不只是安尼伊讲第4节也得到煞接，会当得到什么？迄个袂败坏、袂拉散、袂衰退的业，为着恁保守伫天里。
注意哦，伊讲吼，咱遮的人伫耶稣基督国外耶稣基督里面咱得到国外，会当煞接遮个未败坏、未拉散、未衰退的业，不是据点。这个业，这个承接的这些基业，是为着咱要保守伫天里，所以即马互咱也未，未吼，是为着咱保守伫天里。吼，毋过这嘛毋是咧讲，这是未来的代志。吼，这个上帝国甲这个世界其实是重复的，吼，是堆叠的。什么意思？就是讲，咱千万毋通基督徒甲想象讲，上帝国是以后的代志，是死了后的代志，是世界灭亡以后的代志。毋是，上帝国是进入这个世界，吼，它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吼，是已经入这世界，毋过伊还未完成。吼，所以咱常常咧讲，咱伫这个世界要活出上帝国迄个款式。虽然活伫世上，毋过哪亲像伫天里，所以这个是在讲说还没有完成，不过它是确定的意思，确定已经是咱已经煞接到啊，迄个未败坏、未拉散、未衰退的业，咱已经接到啊，这是保守伫天里，毋过还未完全，还没有完全，所以伊的彼得，他都要讲保罗去是吧？彼得伊介清楚的，伊讲恁是对神互上帝的关联保护，到得到拯救，是平平伫灭期要显现的。我们现在就已经是末日哈，咱即马说话的时间就是灭期哈。所谓的末日是指什么时阵？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一届降临到耶稣基督第二届降临的中间。这个就是末日哈，这是灭期。伊讲，咱要伫咱的性命显明出来，显明出什么话？显明出来是咱是互上帝关联保护的，是得到拯救的。我们的生命要呈现出来，我们是这个本质哈，咱是得到上帝保护，还是已经拯救的。毋过伊要讲一个实况，第6节。虽然安尼咱真快乐，毋过虽然现今那应该得到百样的试炼来暂时忧闷。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彼得要讲到是讲，这个基督徒伫这个世上爱显现伊对上帝的信心。毋过爱知影，咱伫现今的生活应该。是会暂时忧闷，因为咱会拄着百样的试炼，各式各样的试炼。像咱即马受到中国肺炎的威胁、武汉肺炎的威胁，咱知影一人安尼，足惊吓。虽然信耶稣基督、信上帝，毋过足惊吓。这就是对咱信心的试炼。今日的经文，我要利用今日的经文来讲一个。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本质，咱基督徒常常认为别个宗教，尤其是遐民间宗教是迷信。什么是迷信？就是你信那一些有的没有的啦，你拜偶像啦，你拜树头公啦，石头公啦，拜树头神、树仔神啊，这个都是迷信。我认为咱会当对这个迷信。这个更较深的入法讨论迷信其实跟迄个对迄个甲迄个信的对象无关系。迷信在讲的是什么？迄个迷信在讲的是迄个信的本质，迄个信的品质有好无？就是讲，迄个信是毋是建立伫理解、认捌？甲卫生，我举一个例，若有一个人，伊是专门在研究三太子，还是研究关公呢？伊对历史这个考察认捌，拢做这个研究，伫伊个研究了后，伊讲我信三太子，还是讲我信关公。
各位这款的信不是迷信，这不是迷信，这是正信，正信，不是迷信。是安怎？因为伊的信心是建立伫伊的认捌、伊的理解，然后伊做出伊的尾声、伊的投入，这个是正信。不过，若有一个人同款是信关公、信三太子，伊拢毋知迄啥物件，伊拢无了解，就举香缀人拜，人讲即生有灵社，伊就拜即生，无。请为这个庙请出来较灵社，伊就拜迄个，伊拢无经过思考、理解、认捌，伊就去信啊，这叫做迷信，这个才叫做迷信。所以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基督徒有可能迷信无？你若叫我下大的定义甲解说，基督徒也是会迷信的。虽然咱信的对象是真神，是创造天地迄个真的上帝，不过咱可能是迷信啊，因为咱拢无理解，嘛无爱去认捌，无爱读圣经，嘛无咧祈祷，这会变成很可惜。这可惜嘛，这荒谬的一件代志，就是讲你相信真神。你相信那个真实的上帝，你相信真神结果你的信是迷信，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咱定心来看，迄个信用、迄个信是啥物回？我定有一个比喻即马外口日头做热，咱伫外口咧行路，行到做喙焦的时阵，想要啉水，拢无带水伫身躯。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咱无熟悉的人。摕一杯水，讲来，要啉，互你啉啦。各位兄弟，你要啉无？不是矿泉水不是密封的水，就一杯水摕互你。迄个无熟悉的人摕一杯水互你，你要啉无？各位兄弟，咱会丢毒啊！咱毋知影要啉无，咱喙焦就想要啉。毋过，因为咱无熟悉即个人，可能咱就拒绝到尾无啉，用信心来看的意思，就是讲，咱并无信任这个人，所以这个人互你水，虽然你这喙焦，你嘛袂啉落，这就是信心。我换另外一个情况，今日你伫路啉这喙焦，迄若是我陈牧师，陈牧师摕水互你啉，要啉无？你讲？嘛是无爱，因为我无信任陈牧师，开玩笑的你若认捌我，你若了解我，你若信任我，你得把这个水啉落，你会相信我，你唔免去做这个水的检验，你唔免去用试剂来检查讲，这是真正个清洁的水，你可不可以啉？唔免，因为你对我的信任，你这一杯水你摕起来，你就啉落呀。这个就是信心。各位兄弟，信心是建立在认识。一开始信心的建立是建立在迄个认捌、理解。这款的信心才是正信，才不是迷信。其实，咱伫生活中有最多的例子。有当时咱电梯给它按下去。来，咱来坐入去。各位兄弟，这个是信心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有当时10个人拢同款坐入去，其中有个人是认捌，是知影这个电梯的运作的。有个人是安怎？连想都毋捌想过，拢毋知影。进去电梯里面，也是一样在做啊。也是一样，表面上都相信行入去坐电梯。这个时候，如果电梯忽然晃动，咚，总停了。有认捌甲无认捌人的反应，就是无同款。知影这个电梯的运作的人，会知影这是什么状况，会知影要安怎应付。若毋知影的人，敢若惊到要死那尔。
手足无措，啊，毋知即摆啥物状况，毋知啥物情形。佮像这共款伫坐电梯，会因为你认捌甲无认捌，你会有无共款诶迄个表现。咱讲生活中有侪代志，咱拢是相信。咱掀开冰箱就知影有物件通食。咱水道水转落，知影水会流落来。啊，毋过你是毋是拢知影这个怎么运作？你若有认捌，你若有理解，你的信心会无共款。你的反应会无共款。放到我们的信仰也一样，各位下这，你对这位上帝有认捌无？你对伊的作为有理解无？还是你是亚香在地人拜？你根本唔捌这位上帝，你连耶和华跟耶稣你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有说你信，有啊，你这信，不过很可能是迷信。迷信不好吗？迷信敢唔好？贵下这，我是信真正的信呢，我迷信敢袂使，敢唔好？我还是得救啊。贵下这，贵下这下无共款，会真的不一样。你若认捌这位上帝，你若理解这位上帝的作为，当你拄到艰难，你拄到这个现况是，甲你的理解无共款的，你会坚信这位上帝，因为你知影这位上帝的作为是超过你的所想、所思考，是超过你的理解，你会坚信你的上帝。你若对这位上帝完全拢无认捌、无理解，你对着困难你就离开啊啦，过下这。什么叫做真正的信？正信？什么叫做迷信？取决于你这个信心是不是建立伫迄个理解、理性的基础。过下这，毋过你毋通误会，以为信仰就是纯理性，你的信心就是你的理性，就是你的理解，毋是。我讲的是基础，咱的信心是建立伫基础，毋过咱的信心得超越迄个理性的基础，一定会碰到的啦。就是讲，你对上帝的信心得超过你的理性。你的道德、你的伦理、你的一切的认知，毋过你若无一开始是对你的认捌理性开始建立，你无迄个资格讲后壁迄个超越。咱来看，咱基督徒讲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圣经对亚伯拉罕的描写对伊一开始对上帝嘛是无啥物信心。欺骗别人讲这是阮妹妹，毋是阮某，伊做介侪无信心的代志。毋过你看伊一路行来，一路行来，到上尾，耶和华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甲伊的囝以撒带去要甲献祭，伊甲伊囝绑起来，摕刀要杀。到迄个时阵，亚伯拉罕。伊的信心已经超越伊的理性啊！他已经完全信任上帝，他的信心超过他的理性。甚至话都讲的，伊的信心超过伊的理性，超过伊的道德，超过伊的伦理。教人老爸咧抬囝，这是伦理，这个是道德。毋过伊相信上帝，伊得嘛是安那压起来。齐克果，18世纪丹麦的神学家、哲学家齐克果，伊就写一本册叫做《恐怖与战栗》。这本书就是咧描写伊咧揣摩亚伯拉罕甲刀压起来迄个心情。伊真正要抬吗？伊真正迄个刀要甲拔落去吗？还是伊压起来了后伫咧等？哎呀，上帝开无出声啦！
一下好几个剧本啊，去揣测亚伯兰后来是怎么了。其中有一个剧本是把刀收起来，把囡仔套起来，带来走，离开上帝。为什么离开上帝？这个上帝不道德啊，这个上帝不伦理啊，这个上帝无法用理性来揣摩。七个我是要讲啥？七个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讲，你相信上帝是一件会互你惊吓的代志，是安怎？因为你的信，你对上帝的信，会去经验到超出你的理性，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像这里经文写的，你讲恁因为安尼，恁真快乐，虽然现今那应该得到百样的试炼来暂时忧闷。伊意思是讲，恁的忧闷啊，虽然伊讲一个暂时，基督徒恁的忧闷啊，忧闷啥？忧闷恁伫世间会拄到大大的试炼，会有侪侪的经验，是你本来掠做你信上帝以后未拄到的代志。安尼我信上帝要创啥？我若无比别人较平安，若无比别人较好嘢，若无比别人较快乐，我信上帝要创啥？因讲。无，这一切，你要煞接到迄未败坏、未拉散、未衰退的基业，你拢一定得到啊！是为着恁保守伫天里，你还未完全看到，你还未完全经验到，啊！不过你有信心无？你若认捌这位上帝，你若知影伊的作为，你若知影这位上帝是讲话算话的上帝。你若知影这位上帝是绝对袂弃杀你的上帝，虽然你即摆的经验抑阁无好，抑阁感觉受到放杀，你永远会坚信上帝，因为你认捌这位上帝。看下这，咱若无认捌这位上帝，咱若敢若靠迄个表面的一寡现象来相信上帝，咱拄到这艰难。这暂时的忧闷，咱得离开，咱一定会离开，因为这个上帝是不道德、不伦理、不理性的。齐克果有讲一个概念，就是信心的跳跃。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本来你的对上帝的信用、信心，都是建立在迄个理性、认识、了解。你了解越多，你明白上帝愈多，你对伊的信心愈大。这个都是可以用你的理性来验证。啊，不过你到一个坎站，你一定会去拄到超过你理性会当认捌的代志。这个是一个条件啊，各位兄弟，你要相信，要继续相信这个上帝无？譬如讲，来到一个悬崖的边啊。山顶，啊！你搁落去就摔死啊！你的理性告诉你，到这里要停。啊，不过你的上帝讲，你继续行。各位阿姐，要行无？那照咱的理性的判断，啊，若行过就摔死啊！敢要搁行？啊，不过上帝讲搁行，陈世豪，你甲我向前行。目睭要开啊，是要光，无爱管你。你甲行就是，要行无？各位阿姐。你若认捌上帝，你若知影这个上帝的作为，你若知影这个上帝是讲话算话，你得甲行落。啊，行落安怎？唔知。这就是齐克果所讲的恐怖与战栗，因为你要信的这位上帝是超越你的理性的上帝，一开始。来建立你的理性认知，然后建立你的信仰。啊，不过一定到一个坎站，你的性命会去拄到超越理性的迄个范围。真实相信上帝的人，因为伊的信仰是有根基的建立，到这个坎站，伊会勇敢甲行落。啊，不过你若是迷信。你对上帝的信，那不是建立在认识、理解，
你若敢若建立伫唱歌欢喜，大概祈祷拢得到你要爱的物件，你的信仰若建立伫遐，各位兄弟，即款的坎站，你就会退后，你就会放弃。经文第70讲，要互恁的心的经验，比迄个捌过火锻炼也悠远会败坏的金，要搁宝贝。迄个黄金受过火锻炼变纯金，毋过你即马甲烧咧，伊嘛会扬起。因讲你的信心是比较好的，是可以经过这些锻炼的。你虽然看袂到，你虽然敢若望，还未真心得到，毋过你的信用因为是建立伫有坚固的根基，就是你的理性、你的认捌、你的反省，然后你信这个上帝。所以到这个坎站，你是袂放弃的。所以讲，恁毋捌看过伊，也听伊，现今看袂见，要搁信伊。各位兄弟，这个是很重要的表述，介重要的一个概念。伫现代时代，伫理性时代，咱知影西方，西方为文艺复兴、启蒙、理性时代。其实文艺复兴跟启蒙运动中间还该加一个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直到所谓的现代。现代就是理性主义的时代，就是迄个 seeing is believing 迄个时代。咱讲我看到才要相信，眼见为凭。你互我看，我就相信迄个时代。现代理性主义的时代，这是刚刚好多一个话是很难接受的。伊是讲，恁毋捌看见伊，也听伊，现今无看见，也搁信伊。好多讲 seeing is believing， 即摆是讲无看到，又原要信。各位兄弟，真正的信心就是这个样子。真实的信用就是你也搁看袂到，你的望就是你也搁看袂到的。我常讲，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无把握才是真信心啊！没有把握才是真的有信心啊！你若讲我拢瞧好啊，我拢安排好啊，我有信心，明仔载一定会成。各位兄弟，你讲的这句话，迄个信心，不是对上帝的信心，迄个信心是对家己所做的把握。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语汇上的迷思。你讲好。明仔载迄件代志，你有信心无？有，因为我一切拢安那瞧好势啊，安排好势啊。各位兄弟，你越有把握的时候，你就越不需要对上帝有信心嘛。你愈有把握对家己的关联，对家己所安排一切，你愈有把握，你就愈唔免有信心对上帝。真实对上帝的信心是安怎表现？是我已经做好我所有的代志，虽然我对结果无把握，毋过该做我拢做过啊。其他我就放心去做，甲结果交托上帝，成也是无成，成功也是失败，拢交伫上帝的手内面，这就是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常常把那个自信跟对上帝的信心混在一起了。然后迄个自信是建立伫咱对一切状况的掌握。咱若拢有掌握，拢把握好势啊，安尼这代志一定成。咱拢讲安尼我做有信心的。其实这个反而没有一点点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是建立伫对伊的信任、对伊的认捌，毋是建立伫对你对代志的把握。所以越有把握，就越不需要信心。要搁强调搁讲一个，特别是恁
捌看过伊，也听伊，现今无看见，还阁相信。各位兄弟，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上帝的信仰，对这个上帝的信心，不是建立伫咱看到。咱若看会到的物件，拢无需要信心吗？迄是咱还未看到，咱相信，迄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我好多讲过，基督徒你的正信是建立伫你对上帝的理解的认捌。插出来问一个问题，问这个问题，各位兄弟，你认为相信上帝较容易，还是相信一个人较容易？你相信上帝，你相信人，这一个较容易？当然是相信人啦。人是你会当掌握的呢。你若甲这人斗阵有够久，你就会当足深的了解对伊的足侪的足深的认捌。你会知影这个人伊会做啥物货，伊袂做啥物货。你会当信任伊到啥物坎站，你拢会当做决定。这是你对人。你若对上帝无同款的，各位兄弟，这个上帝是超出你会当揣测、揣度，你超出你能够理解的，你无法度了解上帝是偌大，他大而可畏呀！伊大到你无法度想象。伊若大到你无法度想象，你较有法度完全认捌这个上帝。你若无法度完全认捌这个上帝，你较有可能完全相信。各位兄弟，相信上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你虽然你建立伫对伊的认捌，你了解这个上帝，你这困难去认捌了解这个上帝，不过你无法度没有办法掌握这个上帝啦，无法度完全认捌这个上帝。这就是为什么齐克果说，你人啊，你若要相信上帝，你是面对一件最惊吓的代志，因为你唔知影这个上帝会做啥物代志。不过，各位兄弟，你知影一件代志，像今经文所写的，你知影一件代志，你知影你是伊所疼的，你知影你是用耶稣基督的骨活，互你重新活过来，得到生命。有水的毋茫，所以伊所定下的，你知道这个样子，各位兄弟，你要信这位上帝无？虽然你即马可能拄到一寡境遇，是你无介意的，你无顺利的，是无亲像介济教会甲你讲的，你会卓越，你会成功，你会赚大钱，你会开好房、好车子、住大房子，不是。你即摆境遇毋是安尼，你要阁信这位上帝无？你要阁相信这位上帝无？你相信什么上帝？是根据你认捌什么上帝？各位兄弟，你所认捌的上帝，是毋是圣经所启示迄位上帝？是毋是照甲你经文所讲的上帝？你知影伊已经用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伊已经互你定个生。捌互你定在生的人，你敢是认捌这款的上帝？是你认捌的上帝是即摆介济大教会甲恁讲的，要互你幸福，互你大趁钱，互你袂破病，互你拢一切好、水、赞的上帝。各位兄弟，咱爱知影，这个世界所认为的水，这个世界所看做好，这个世界所看做赞的物件。无一定是用上帝个眼光来看，是同款好、同款水、同款赞的。即摆侪教导，假是咱基督徒，大大水、大强、大人济，这敢一定是上帝所看的，看最好的。到尾，各位兄弟，咱又往回来圣经，到尾咱又往回来看。你所认捌的上帝是倒一位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你所信的上帝是建立伫什么款的根基的上帝？好唔好，兄弟？咱爱愿意来认捌熟悉这位上帝。要安怎做？
咱来读圣经，咱来祈祷，咱来团契。什么意思？咱来互相分享各位兄弟，咱对这位上帝，咱甲伊性命直接的经验。但是靠加一切来认识这位上帝，咱家己对上帝的经验，咱大家去听别人伊的性命伫上帝安怎来使用。咱靠加一切读经、祈祷，靠加一切来更较深、更较侪认识这位上帝。嘛照着咱伫生命一切的失败、一切的成功、一切的行做，来认识这位上帝是安怎使用咱，成做伊的器具。当咱是透过安尼的款式来认识这位上帝，咱较会当真正讲，咱相信这位上帝。才袂去互讲这是迷信。你到底是安怎信这位上帝？虽然伊是独一的真神，各位兄弟，毋过咱有可能是迷信啊，好毋好？咱是真实来信这位真实的上帝，咱毋是迷信。咱虽然无法度完全了解这位上帝，毋过咱尽可能尽咱的全力来了解。来委身，因为咱一定会去拄到超过咱的理性的状况。伫咱的生活中，咱一定会拄到迄超过咱的理性、超过咱的理性、超过咱的伦理道德的范围的状况的时阵，各位兄弟，这个时阵，大家看你是安怎实在这位上帝啊？你行会落，你行会过，你是毋是会当继续往前？就要看咱是毋是正确来理解这位上帝。结果怎样？我刚刚讲的悬崖，结果怎样？不晓得啦，很可能陈世豪就给他走下去，然后就掉下去，然后被树枝接住，或是忽然身上有降落伞。或是被一只鸟接走，或是到尾粉身碎骨，各位兄弟唔知影。毋过，咱若相信上帝，咱就会行出去。虽然伫咱的评断是一件超越理性。超越迄个伦理道德，超越一般人会去做迄代志。而且这就是对上帝的信。你到底安怎认识这位上帝？会显明伫你安怎过生活，会显明伫你各位兄弟，伫咱拄着困难的时阵，要安怎来解决？咱安怎信这位上帝，咱所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会大大决定咱要过什么款的生活。我咧讲的毋是好嘢、送香好还是歹，顺利还是读业，毋是。我咧讲的是，咱所认识的上帝，咱安怎信咱这位上帝，会决定咱的生活。的态度会决定咱生命的方向，会决定到迄个坎站的时阵，咱是毋是犹原牵条主要搁行落去？无论什么款的损失，还是什么款的伤害，各位兄弟，这才是真正的信用，这个才是正信。不要再笑别人是迷信啊！我们来回头看看我们自己，遐尼大的稳定，竟然咱信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是真正活的上帝。
那拜托，我们就不要迷信。所以要来查经呢，等那个武汉肺炎咱这个结束了后，开始恢复咱的礼拜甲聚会，请大家兄弟爱来参加查经班、祷告会，唔免全部唔免全部参加，你安排你的时间，咱兄弟做伙会当更较济认捌这位上帝。毋茫会当用较正确、较好的方法来认捌这位上帝。佮讲一解，咱真实有福气，咱信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佮活佮真的上帝，好毋好？咱迄个信的品质。迄个信对伊的信的迄个本质，来维持伫正信、正信，咱千万毋通迷信，同心来祈祷。即成个呗，这是何等大的福气！阮竟然会当甲你的生命结连，阮竟然会当成做你的囝儿，成做你上帝国的百姓，阮竟然会当甲你有关系，阮竟然阮的生命会当对有限成做无限，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毋过爸爸，阮既然有遐尼大的福气，求你保守阮，求你保护阮，阮对你的信仰是真实的，阮对你的信心毋是迷信，互阮会当更较多、更较深。来认捌你，来经验你，用阮的理性，用阮的感情，用阮的意志，全人来认捌你，甲你建立关系。阮相信你，因为阮甲你有关系。阿爸爸，帮助阮毋通迷信，因为真实相信。是遮尼水的代志，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讲兄弟平安，有2件代志来报告。第一件是有缘邀请咱的兄弟一定爱较紧，把你的相片还是影片上传起来，无你透过 Line 还是 Messenger 紧把这影片、相片传来给我，还是英语主任拢会使，还是恁逐群组的版主，可以建立起来，紧教给我甲英语，阮拜托的，请伊伫拜四暗进前，就紧传今日拜日呢，你有4天的时间，你紧翕相，全家福或是个人独照拢无要紧，像等一个，咱礼拜煞，你得看到最咱兄弟姊妹，顶礼拜用圣餐的时阵的相片，好。星期四晚上之前，拜四暗之前，请你传你的相片来，互咱剪接的兄弟会当有较侪的时间来走走，你若超过可能你的相片就会个下一个礼拜搁下一个礼拜才会出现，所以唔免烦恼，你就是紧甲相片传互阮，看这因为咱这久无见面，真正互相做笑脸的，所以会当若看到你的相片。真正是一件最水、最好的代志，知影大家拢平安，大家拢抑搁做个健康快乐。第二件，上个礼拜忘记袂记起，甲咱的4月的寿星来讲生日快乐，好，那这个就是名单，祝你们生日快乐，没有诗情，没办法唱。祝你生日快乐吼！望上帝关联大大保守保護伫咱每一天的生活，拢甲咱同行。好以上的报告，大家让有听到的进来做相片，赶快给我。好。一只图甲伊的图啊，电问讲，这件代志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先知安怎讲？他讲要加水。
恁已经刷着着迄个未败坏、未拉散、未衰退的业，已经为着恁保守伫天里，所以毋免烦恼，毋免惊吓，就放心伫这个世上活出迄个上帝所欢喜、看做水的生活款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充满甲安慰，要甲恁众人伫地，尤其是甲正身体欠安、心无平安的兄弟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过来。阿门。